其中一名督郵嚟到安喜縣城，劉備即刻帶關羽、張飛出城迎接，面見督郵之後，躬身行禮。督郵坐喺馬上，只係輕輕咁用馬鞭點咗一下作為回應。關羽、張飛都好嬲。等到安排食宿之後，督郵向住南面坐喺度，劉備就企喺台階之下。督郵望咗劉備好耐，見劉備冇見面禮，就問劉備啦：劉員外係咩出身噶？劉備答：劉備，我係中山靖王嘅後代。自從殲滅黃巾軍之後，大小30幾場仗都有少少功勞，所以被封上喺度做員尉。督郵大喝一聲話：你竟然大膽妄稱皇親，虛報公職！而家朝廷下達詔書，就係要淘汰你哋呢班濫官污吏。劉備只能夠咁樣退出。《三國演義》系列劉備被斥責播放完畢，請訂閱收聽下一集廣播。